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总统大选已经剩无40天，到底你敢有咧关心到总统参选人的政见吗？尤其上重要的，咱的能源政策，讲到能源就受到忽能，忽能，敢有不能？美国、日本20几个国家讲要提高生产3倍的忽能，才通达到2050碳排放到0。咱讲呢，是要安怎来这个恢复家园，要安怎来达成呢？今仔日咱就这3个参选人的意见，咱来好好讨论。那么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清大工程与系统科学系教授叶宗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徐素欣。大家好。那么第三位，福林科技协进会董事长陈宝灿。是。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理事长林木兴。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晚安。讲到这项代志，咱现在今仔日要来讨论这呢。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8 当伫杜拜咧进行，再生能源甲核能的问题，也是受到各方各国的关切。台湾明年1月份就要来选举咯，能源政策嘛是总统参选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你敢有咧关心呢？尤其是核能厂的烟叶更加是焦点。2025年的恢复家园了后，欠电敢会变成大问题呢？要安怎来面对着能源的转型挑战？来看总统参选人因拢安怎讲？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当伫进行，将近120个国家承诺要伫7年内把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到3倍。不过，美国、日本等20外个国家呼吁，要伫2050年进前把核能发电提悬到3倍。国际上为咗民间团体提出质疑，国际对能源议题有争议。咱台湾大选剩无40天，各党能源政策也正做选战重要的议题之一。身为执政党的民进党，面对恢复家园理想依然无改变，不过嘛无排除核能。相关单位有在规划，已经这个停机的这一个核能机组，维持一个可以未来紧急使用的这种情况。以备不时之需。赖清德主张第1、第2、第3核能发电厂都亦是依法行政。未来若是会当解决核安甲核废料疑虑，相信社会会当接受核能。不过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政策甲国际趋势解读并无相同。非核家园不但跳票，跟国际在减碳、以核减煤的整个趋势完全背道而驰，错误的政策不但比贪污更严重，还会造成后国殃民。我们核能摆在那，并不是说我们坚持一直用核能，而是认为说，当我有办法退出的时候再退出，这是我跟民进党在能源政策一个最大不同点。眼前上大问题是2025年台湾上尾一座搁咧运转的核电机组就要除役，要安怎让民众一个袂欠电、安全、搁会当能源转型的社会，成做各党总统参选人上大的难题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咱睇看这新闻大吼，主要你来先关心一项代志，这就是在杜拜咧召开着这个气候变迁的会议当中啊，有美国甲日本因这20几个国家跳出来讲这项代志。那么相信呢，在座4位嘉宾吼，咧对着这项代志一定有足侪千言万语啦吼。但是我先来看这个图表，互观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吼。美国的气候特使吼。这个凯瑞啊，吼，伊讲科学甲政治挺现的情形，甲咱讲，若要达到2050净零这个碳排吼，无可能，一定就要使用一寡核能，吼，这是美国的气候特使。那么然后呢，
国际原能总署的署长葛罗西，伊讲应该采取行动来扩大这种氢气能源的使用另外，无核气候联盟国际声明讲，咱真正面对着关键时刻，无应该把核能作为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案。这相对的。第四个，环保团体350.org 这个发言人后道伊讲，阮已经无时间浪费在危险、分心、选项，比如讲核能，但是咱必须要讨论一点钟来想看卖，到底咱国是毋是要对这个美国甲日本的骹步来行，或者是讲，譬如讲像这个林理事长也是这个素心恁拢奋斗共要30年啊，那么面对着这种情形，我先请叶老师你讲看卖。我相信叶老师伫来从咱的节目咱知影叶老师的这立场甲专业叶老师你来安怎看？佮对这政治气候，毋是讲即摆气候，对这政治气候讲，美国甲日本是安怎做出这种宣言？因为2050年要行到迄个净零碳排无，你即摆认真来思考。要安怎行到净零碳排这条路的时阵，你就会看讲，我即马绿能是迄个再生能源，等于是迄个主要选项嘛。你其他有其他的选择的时阵，你是要来帮助你达到这个2050净零碳排嘛？所以看来看去，就是敢若剩核能会使做考虑嘛。因为这届 COP28 COP28 内底，大家目标拢足清楚的嘛。因为要甲迄个气候变迁造成的损害减到上低啊！你减到上低，你就要有具体的做法嘛。你有具体的做法，你才有可能甲气候变迁的影响减到上低嘛。所以这届我敢若看这22个国家讲爱这个核能的产量到2050年爱3倍。唔那干那这样代志我另外佫观察到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讲这届顶届之前拢无，但是这届有通过一个气候变迁造成的伤害甲损失的基金伫这摆的会议一开始第一天伊就通过了。是安怎会通过？因为大家拢认知到讲即摆的气候变迁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愈来愈大。即马有个国家已经受到影响嘛，一寡太平洋的国家拢海水一直变悬起来这国土内底拢咧淹水所以当然伊需要国际的帮忙嘛，所以这届的会议内底，第一天就先通过我头拄讲的迄个基金的使用，了后才有迄个美国的迄个凯利才来讲，咱应该爱将迄个核能的发电量伫2050提高变2020年的3倍，有其他20几个国家拢有参加，所以你会使为这个宣示内底看出来讲，大家知影讲这个气候变迁的影响已经足具体所以咱都要想出办法。你即摆要用再生能源去解决这个问题，伤慢。你看，你别讲别个国家，咱即摆伫台湾，咱来看咱台湾就好。台湾去年2022年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8.4%我这个图表内底看得足清楚的核能的占比8.3%，大家都开始讲哇，即摆再生能源超越核能所以咱即摆已经慢慢有机会啦。但问题经济部甲咱讲伊讲歹势我本来2025年讲要20%袂，即摆目标没有办法达成嘛，所以就修正嘛，就剩15%，唔通袂记咯。2025年到时核三呢2个机组拢停机呢，你即摆看到2022年8.3%都已经无去无去了，你要安怎保持你的无碳电力？你即摆迄个再生能源发电就是伤慢嘛，所以其实头早咱咧看影片的时阵，柯文哲讲一句话，我非常的赞成伊就讲，你着爱看咱家己即摆有法度做到你的目标袂？你若做袂到目标，你就较慢的
才去做你的什么飞核家园嘛？啊，你等你的迄个其他的技术拢到位啊，你要去做才去做嘛。所以我认为讲哦，咱国家应该要认真去思考讲，我到底是什么时阵要开始做我的飞核家园？我电无够的时阵，我要安怎解决问题？好，来，去秘书长，换你讲。好，讲到 COP28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先澄清一个误解哦。就是这2天我们可以看到美日这22国，可是其实就在同一天呢，其实欧盟也发起签署国家有123国以上的要求，2030年再生能源要增为3倍，能源效率也要升幅度加倍，但这个没有被同等的报道哦，这我们觉得有点奇怪，这有点误解。那就是说，这个在大会现在目前还没有结束，都还在开，在杜拜。安尼是不是有矛盾？一边讲我要提升3倍，一边佫要求讲爱这个再生能源嘛要提悬，伊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因为会议还没有开完，在这边跟主持人说明。是 COP28会议现在它正在杜拜还在开，所以其实，在开会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国家我要提案要提议，但它最后是要有个结论，但这个结论还没有出来，所以就有点像我们立法院一样，现在在提案的过程当中，有20个委员提案这个，有100多个委员提案这个，那最后结论是什么还不知道。那就我们来看，现在123个国家也再生能源也要3倍，所以其实这个现在本来就是一个能源争议，就是大家在这里面各国也都在吵说想用什么方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20多个国家是有的，但是有123个国家要用再生能源，那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这些未必就是会变成会议的结论，那这个我们还要等待这个 COP 会议结束之后这样子，那这是很重要的部分。那再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说核能其实有一点。它好像有一点变成我们大家经济信仰、文明的象征哦。只要提到核能，大家都很开心。所以你看，大家现在提到核能，好像是说，核能比例很高哦。那我现在这边讲一下，就是现在全球哦，这个核能发电的比例哦，其实在这40年间是一直不断的下降的。当然有很多原因，包含因为有这个核灾的风险，然后因为比较昂贵，新建时间也很久，所以现在它在全球的占比是低于10%，在9.8%左右。所以这才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这个核能来解决气候变迁的话，它其实也不可能增长得太快。那所以现在增长比较快的反而是再生能源。必须你的意思是讲，要来提升这30年之间要来提升到3倍，不可能。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让它来解决气候变迁的话，你可能要让它比例再更高，到70-80%。但是没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还早。那亲像叶老师也好，还是讲当时对人来讲，你再生能源。是会付气啊，没付气，就是能不能达得到咱讲的这个目标？再生能源目前是大家评估是，所谓的 RE100是大家希望能够达到，它现在目前也是最快，成本也是最低。那因为盖一个核能电厂，我们理论上来讲，它可能要到10年、15年，甚至还要更久。在目前现在啊，所有的核电厂现在很多都是在新建过程都延宕，都超过10年了。所以大家就说这来得及吗？你要解决这个气候紧急状态，其实再生能源目前才是最快的。好，来，这些叶老师先前有想要讲话吼。我意见，我紧，我等。咱就当属长嘛，真有意见来，当属长你讲。对。我用这个表吼，来给大家说明，然后，其实哦，核能发电哦。甲再生能源哦，这两个拢是咱能源的需求，哦，都是拢咧提供咱生活啦、生产啦、做生意啦、交通啦所需要的能源，所以两个不是讲啊，你有了 A， 就袂使有 B， 有了 B 就不能有 A， 不是这块的，而且大家都需要，所以只要是能源。让人需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要建立的一个观念，我这个手板大家看看买下这是国际能源总署它发出来的这一个资料，那大家也看这个就是讲总量，咱这个用的这个能源一直在上升，每一年全世界。上升的幅度大概1.1%到1.5%，无咧减啦，有啦，有咧减啦，讲同尾啊，加2020年的时候，大概现在大概 COVID-19 总是这个说的真的是很正确，但是随这个后边水的股会有见效，又一直往上冲了，然后。
但我们这边这燃料能源的部分呢，我们大概员工分做几项啦吼，碳、天然气吼，加油吼，这种足大块的吼，这种很大的范围吼，所以这个是占了大部分吼。过去咱当然哦，细班啊，迄是毋是头头崔秘书长所讲的迄个细班啊吼，细班啊吼，是的，这个细班啊哦，做完就出来。核能呀，这个不叫核能，这个叫做再生能源哈。这么说呢，然后好，核能的部分呢是这个哦，这是核能的部分吼大致上没有什么进展吼崔秘书长讲的是大概是对的、正确的哈，所以目前然后全世界的迄个原子炉大概是2020年是437个，吼，大概就维持在这个地方吼。无新起啊嘛无有新起，嘛有一寡退役退役吼，新起退役安尼到安尼潮拢在440、450左右上下哈。那我们当然都咱知影讲，像这3项大项的吼，未来是拢会搁增加，若搁增加，二氧化碳就愈来愈侪啦。二氧化碳愈来愈侪，有啥物歹处？就气候变迁嘛。所以这不是咱的问题哦。咱这题可能差不多就已经过啊吼。后一题，后一题，咱的后一题到2100年这个世纪末的时候，迄个可能日子真歹过了吼。所以当时长，你认为到底你头一开始就讲，核能甲再生能源拢是咱要爱的。你主张讲咱一定拢爱爱的这个能源。爱。因为就是伊未释放二氧化碳。只有就这一点来讲，其他的地方当然是不太一样。是讲这两项不是你死我亡啦。不需要，拢需要。但是咱应该甲看石油、甲天然气尽量减少，因为会排二氧化碳。这内底当然天然气有较好一丝啊。它的排碳量大概是碳的一半尔，但是它还是排碳是大哥、二哥笑大哥啦哈。我们还是要节制的使用。所以咱就即摆先知影讲，当时长你的立场，应该还是咱并爱两双头担拢爱调入。哎呦，我伫电力公司40档阮逐日咱为着电到底有够啊无够，到尾烦恼到要死。有影真正是安尼。阮若落雨今日若落雨乌阴天大家都天生啊。今日会过啊。你甲阮无共款，阮足讨厌落雨的。是啊，阮偌好咧，台风来，迄个雨就较大咧就加发出在地呢啦。是。无真正是逐日那咧做工数迄实在是真痛苦。是。电爱有够。电一定爱有够。好，来，咱第2趴咱过来刷咧，再迄个理事长来讲吼。第一，他这个崔秘书长也讲，这个核能甲这个核能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只有10%尔。伊个叶老师也讲，咱这未负气啊，你再生能源未负气啊，你互观众朋友你来提恁的主张，甲事实互你，互观众朋友来看。多谢主持人吼，我顶个来这部有讲过啦。其实吼，去年咱的，因为我是今仔是代表阮联名来吼，我一定爱讲再生能源吼。就是安尼啊，去年咱的再生能源一定超过核电啊吼，这拢有数据吼。第二，今年咱其实有一天一定达到非核家园啊。咱其实有一天一定达到非核家园吼，就是。这个小肯来的时阵，小肯来台湾的时阵，咱迄天咱的核电是无的，所以迄天咱其实暂时有非核家园吼，而且咱的用电是有够的，
售价。我逐来讲，台湾无欠电呐，啥台湾无欠电？台湾即马逐年用电增加2%，增加2%。所以我讲欠电是大家选择的。台湾无欠电，台湾是欠再生能源。三星的电，三星的电，这第五要讲的吼。所以理事长，你的意思是讲，咱再生能源也许可能增加较慢一点嘛，但是因为咱无欠电，所以应该会付期。这会付期袂付期，我先莫讲这啦吼。今仔第一，我先讲国际投资，我先讲国际的情形投资，你有问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你讲COP28，这每一国的政可能伊的意见拢无共款，政策嘛无共款，毋过这是有差别的吼。可能这是伊的基准是到50年，可能要3倍，要增加到3倍。问题123国头早崔秘书长讲的吼，伊是到2030年，是最近的代志，哦。7年来，咱的再生能源要增加到3倍，吼，咱的效率要提悬2倍。吼，好，我即摆来回答，国际讲了，我即摆讲国内台湾，吼，大家的问题讲，再生能源会付期袂付期，吼，爱看大家的决心，吼，台湾想要行家己的路，吼，我用这个节目提供的这个3个候选人的数据，互大家看，吼，数字互大家看，其实，吼，共款2030年。这3党的政策，也是讲这3个候选人的再生能源的目标，吼，大家看哦，差不多30%哦，30%。所以这代表啥？这代表明年1月13选举了，无论倒一个党，倒一个候选人当选，伊拢爱面对这个再生能源发展的问题。吼，所以我讲。台湾爱行家己的路啦，吼！我用一张来做，我先回答咱主持人2个问题啦。讲台湾吼，我用这张来做解说好啊，来做解说好。这张是啥？这张是咱台湾附近，吼，美國嘛有簽這22個國家，即個宣，伊嘛有支持即個宣言咯。吼，美國上大，吼，美洲是美國。亞洲是日本，好啊，問題誰無簽？哦，中國無簽哦。啊，問題是安那？問題因攏排廢水哦，攏排廢水，吼。啊，嘛是超11月的代志爾啦。因這3個國家，日本、中國、南韓，開會要處理這廢水的問題哦。啊，伊啥無招咱台灣去？伊在咱台湾做當作細漢的啦，你知影我意思無？因咧排廢水，因咧用電，用俗的電，啊，這俗的電頭拄仔節目嘛有講嘛，核廢料的問題、核能安全的問題，吼，這大家攏愛去面對啦。即馬毋是講候選人畫巴拉肯畫的，按台灣的能源政策就會使解決吼。我先講到這啦，以上。理事長吼，頭先你所講的就講，有影呢，這三個參選人吼。这绿色的再生能源302730吼，差不多呢吼，虽然差3%可能差真济啦吼，啊，但是呢，两个无共款的就是讲，因核能有12%甲10%，乃至到讲若是赖清德这方面，甲这个12%或者10%塔来到用这个天然气，叶老师，你认为安尼有可行性？完全无可能性。你安怎讲？你即马核能要甲处理去嘛？哈！啊，你即马本来你是拍算讲，啊，我天然气我就甲提高到50%嘛。是。啊，燃煤我甲减落来到30%嘛。哈。啊，你本来是讲，我再生能源都要提高到20%嘛，我才会当补起来嘛。啊，问题是，你即马迄个核能你可以顺利去处理对无？啊！你即马佫甲我讲，歹势哦，我迄个2025年我多到20%，我存15%。啊，你即马要用迄个天然气嘛？主持人讲，我即马用迄天然气是毋是会使补起来？我今日哦，我好准备一张图吼。哦，考虑袂到了对吧？在这内底吼，这条白色的下骹就是要增加的。
啊，你会使看吼，咱为迄个去年，其实为去年开始吼，即马台电这边的规划要增加的拢是天然气。哦，政府早就规划好啊啦。我反正我一直到后壁拢是天然气啦，要增加拢天然气啦。我即马迄个燃煤吼，时间若到，我就互伊除以嘛。啊，顶头就是即条白色的顶头就是要除以的嘛。要除以的内底，你观众朋友会使看，大部分拢迄个燃煤机组嘛。啊，另外就是迄核电机组安那要除以嘛。啊，你即马天然气碰到啥问题呢？咱即马台湾吼，接收站无够用。啊，所以你即马要起新的电厂，天然气的电厂接收站，你接收站无好啊！啊，你电厂起好啊，你要用什么？啊，所以咱即马足紧急的代志就是讲，我伫咧桃园遐有一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有无？希望讲啊，伊2025年会使开始接收天然气。啊，但即马规划是2025年啦。啊，反正我嘛是祝福讲啊，伊真正2025年会使开始接收天然气，但是唔通袂记哦。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伊是供应迄个大潭电厂的天然气的使用哦。咱即马看经济部的规划内底，伊台中也要起，高雄也要起，啊，搁有麦寮因原也要起，啊，到时要用的这天然气，都要因有家己的接收站哦。袂记咧，家人啊，搁有两个迄个四接，迄个四接，我咱规划伫内底，所以三接了啊，搁有四接、五接、六接、七接，即马拢四接到五接，即马搁卡伫环评啊，啊，所以伊的进度拢受到耽误啦。叶老师，你安尼讲吼，我互你带讲，敢若有道理，但是突然间一想哦，啊，我若是甲即个核能厂，搁甲开始启动。现在是炎热，吼，互伊搁开始来运转，说这嘛是爱开时间呢。所以你都要比较嘛，你开的时间到底是啥？上较长啊，上会使符合。所以老师，你的意见是讲，一定是核能较紧啦。哦，所以我即马解说互你听嘛。咱即马咱头有讲到迄个郝川林无，迄个柯文哲甲侯友宜两个。大部分拢共款，唯一无共款的，就是合一啦。是。因为柯文哲的规划内底无合一嘛，迄个侯友宜的规划内底有合一嘛。啊，合一啥那会是问题？因为柯文哲唔知为倒位摕到消息讲啊，合一厂大部分拢拆掉啊啦，因为伊停机足久啊嘛，几啊年啊，7、8年啊，啊大部分拢拆掉，其实唔是安尼。合一来问单首长咯，对，合一到底是啥物件叫拆掉？对外输配电铁塔。啊，因为你已经停机啊嘛，你无需要对外输配电。内面原封不动。因为伊的核燃料还搁伫炉心内底，所以所有的系统设备拢伫遐啊，拢都还个正常运作啊。无咱的管制机关无同意啊。你核燃料伫内底，你要安怎维持你的核能安全？所以伊即摆的问题就是讲，我头讲到迄个柯文哲，伊就是讲啊，大部分拢跳掉，所以合一无伫伊的考虑内底。但是侯友宜知影实况是安尼，所以伊伫伊的规划内底有甲合一开入去。所以你若合一、合二、合三上久的，你主持人头问我讲，啊，你会使比个天然气的接收站较紧无？合一上久2年到3年，合二1年到1年半。核三因为即马搁咧运转嘛，所以就要可以延役1年内底，伊就会使继续延役啊。所以上济开3年啦。对，啊，所以绝对比你什么4阶、5阶、6阶、7阶，绝对个较。啊，这就是吼，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价值，吼。啊，就是看大家要选出啥物吼。这我刷来请教崔秘书长。恁认为他在叶老师所讲，核能厂佮再启动起来，上慢3年就好啊！那恁的评估还是讲恁的理解是啥物？我觉得讲到这边就真的到太细了。我觉得刚刚我们大家都是从全球讲到在地嘛，从国际讲，我先讲，我刚刚国际上我有些东西要补充，我们再来讲台湾的。就在国际上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次 COP28只是一个缩影而已，就是世界各国都在这边政治角力。其实你可以看到，像一些排碳大国，他最后他不愿意签他这个减碳的承诺的，美国、加拿大或印度、俄罗斯都不愿意，最后都可能中国都可能会抵制这样子。
但当然它会被国际谴责。所以其实能源争议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在这边再生能源有人提案，然后核能也有人提案，就在里面角力的很严重。那这些角力，就是我觉得可以回到刚刚那个陈福正先生讲的，其实的确在能源配比里面，这些都不可或缺。都存在，但是呢，是不是会互相排挤呢？是有排挤效应。那个排挤在哪里呢？在投资上。好，例如说，其实像我们这边他们在谈的，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气候融资。那谁可以争取到气候融资？所以其实当然再生能源也来申请了，那核能也来想要抢了。那目前呢，这些融资里面，我们可以从之前大家在记得，就是欧盟的永续投资分类里面就吵过一次。之前不是大家一直在讲说核能是绿能，是在于这个欧盟的认定嘛？好，那但是因为就是在欧盟在整个议会开会的时候，以德国为首，德国是反核派；法国为首，法国是拥核派，两个在这边吵架说，我们希望这些能源能够纳入这个金融的投资里面的绿色投资的分类，这样我也可以我也跟再生能源一样获得投资。那好了，法国就说我要核能啊。那德国反核，他就说那我要天然气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都只听到核能，其实你不晓得最后的决议是在这个永续分类里面，核能跟天然气都纳进去了。所以如果今天各位讲核能是绿能，那你说天然气也可以是绿能啊。所以这个分类其实没有意义，它这是一个政治跟金融分类而已。其实现在在 COP28也在吵这些，所以我们再看为什么要吵这些呢？因为其实目前再生能源的确因为这几年成本降低，然后因为它也是比较清洁、比较干净，而且比较是现在所谓 RE100的很多企业想要进入这个联盟，所以其实大家是抢着买绿电。然后全球的目前的再生能源的投资是这个核能投资的15倍，啊，所以当然的确让这些就是核能业，他也想去争取这些投资，所以他在这个 COP 里面是有运作的。他希望能够被纳入之后呢，他也可以获得这些投资。咱就要停的这张吼，你讲全球再生能源的投资是核能投资的15倍，是，但是我要问一句，就是核能投资的基本单位，吼，比较再生能源的基本单位是多一个较大一个，多一个较小。我让你讲的是实际的规模，实际的规模这不是比较，它实际的规模也超过再生能源，因为实际规模嘛超过再生能源。对，没错。哦，所以那是用迄个，即马大部分的人会当理解到 CP 值来讲，应该是再生能源的 CP 值较高。对，这边再来一个表，大家比较懂，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在全球的太阳能跟风力发电的这个发展也超过核能，也略超过一点，跟台湾状况有点像，就略超过一点了。我们说超过的时候，大家都说哪有超过？你讲迄超过是什么意思？发电量。发电量哈，发电量超过。对，全球的发电量也超过。但是我相信这应该是集中在某几个地区安尼嘛。不，全球。全球算起来，但是我应该是进步价值的几个国家有咧开始咧用，其实连中国都用很多呢。好，中国嘛用这个，但是中国核能啊种真多。对，它两边都多，它两边都多。这我来先来请教哦，台电出身的陈董事长哦，到底核一，即摆是拆了吗？啊不，我说明一下啦吼，核一厂啊，核一厂吼，伊原子炉的这个部分哦，是拢也袂叮当的，嘛袂使叮当者，吼，因为你的炉心内底迄核燃料还要拿出来嘛。啊，即摆应该是冷机机啦吼。冷机机，冷炉吼。但是原子炉以外的系统有一寡已经拆掉啊，吼。拆掉就无要紧嘛，就佮它倒倒来，安尼就好啊，吼。所以这但是拆起来无派人骨下去卖。有的派人骨下本来就原来爱换掉啊，吼。我这一寡迄个不是核能的这个系统。拢定期都爱去换，像咱的车内底你引擎当然袂逐年拢去换，但是有一寡其他的物件。而且因为阮这就较唔办吼，就是讲伊原子炉，较唔像咱迄个车的引擎讲，哦，你这车引擎袂使按模棱具。有嘛是爱有模棱具的时间，伊分每年的模棱具、10年的模棱具、20年的模棱具，拢爱模棱具了。经过检查无问题，才开始用，互你发电。吼这个核能分能发电厂啊，吼，一般来讲，即马世界各国的趋势，大家咧做的，吼，美国是所有的拢延长到60年，会使用60年，吼，会用就尽量用啦，吼，尽量用，吼。那
即嘛，你来讲，哇，你要改做天然气，有啥物所在无共款 ，CP 值偌济？我讲，那核能的这部分演绎叫做无本生意啊，好，无本生意都，你都已经以前都起好起伫遮，都甲发动起来，伊就发电，免了钱啊，哦，你若要新起天然气厂，你都爱顾整地顾开始起这个起了才有当发电，你要开几百亿、几千亿。这拢都爱国开钱了，所以美国在世界足济国家是安那拢讲要演绎，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当时我应该是代替这个叶木生这个叶木生这个当时长甲崔秘书长来问你一句话，就是讲到底因这三位参选人拢讲爱这个核安啦。废料啦，拢爱当完全处理才会当来 OK 啦是。但是目前即摆，这最终的处理就拢找无所在呢，这要安怎啊？主持人，我较歹势咧我先去头前，我讲你这句话就是刚刚李署长这边咧讲的我必须再三强调，我必一再强调，就是讲。核能甲再生能源不是死对头，你不是讲你有核能就袂使再生能源，你有再生能源你就袂使有核能，不是，就因拢是咱的能源一部分，所以你看这个图是各种的能源拢有，水力啦、生命回来拢伫遮，这个人的生活生产的需要嘛，拢爱有，但是爱平衡，就是讲。你若会使用的物件愈多，你将来你就愈稳定。你的能源是国家的安全所以民生的所价。所以我伫个公司，我一心就是讲台湾袂使欠电。我还佫讲毋是今日无欠电有的人讲，台湾有欠电啦我。无恁兜敢有欠电，恁即马敢有欠电，所以台湾的电是有够。咱毋是咱咧想的啊，咱咧想的是啥？10年、20年。更久的啦，但是我想要甲你请教就是讲到底这个这个废料啊、核安啊，这敢有通？再讲这一定都要讲核安伫大人的假设拢无共款有这个技术专家经过这计算啊，像叶老师，也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跟你说安全，是都会有问题，这是一款的核安，但是这款的核安，甲咱咧讲的核安是无啥共款的。咱的核安就是爱有互崔树新崔秘书长讲，我安心，这才叫做核安，所以，咱在这方面，咱其实都要用很多客观的数字、很多客观的事实来加以说明。那在其他国家，我们老实说，全世界大概只有31个国家有核能发电，是安那其他大部分国家拢无是安怎？因为你都爱社会进步甲相当的程度，才有通有迄个嘛有社会进步甲某种程度外嘛有可能。有德国啊，德国是一个特例。世界各国你看起来咱有一寡物件是会使有德国因的再生能源。我告诉你，他们放下去的这种心力，他们的努力，我要佩服他们。那他不愿意接受核能，他没有关系，他有他的条件。台湾我爱替家己想理事长一直在讲，台湾爱行家己的路台湾电要对倒来，不是讲咱话的有，这都爱建设。所以我讲。3个候选人
大家拢讲再生能源24%到30%，完全赞成。吼，啊做会到未？无一定做会到，但是大家爱努力。哦，你像德国，他们的再生能源会使行到，我会记得那像得要到50%左右的款。应该是超过啊吧？应该是安尼吼，所以因是足拍拼的。吼，咱台湾我都爱拍拼，但是有路爱行，一步一步。无路了解过溪哦。哎呀，啊不，你无迄款用跳啊，讲啊，我即马都8.2%而已嘛。我也是要问，小咱可能也问到叶老师，就是讲，咱的废料啦、安啦这项问题吼，客观的数字甲这个民生吼，还是种社会政治这种物件吼，我甲你讲吼，咱即马已经唔是纯粹咧处理哦，这个。技术问题啦，这是整体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嘛，吼，对不对？我先和理事长讲者，好不？好，理事长，我先表达一个啦，我其实吼，我从来拢无讲过核能甲再生能源是死对头，还是安怎？其实无，吼，我嘛做过工程师吼，我嘛做过工程师，我知影安全最重要的，吼，所以其实台湾就是爱达各种能源发展的风险，吼，拢评估。吼，啊，政府大家资料拢公开，互大家民众了解吼。我讲头早有一个问题我无回答，我先讲者，就是安那美国甲日本，伊是安要支持这种502、3倍核能的这宣言，是安尼啦。核能头早随秘书长嘛有讲，吼，核能当然你生产你用电的时阵，可能伊足俗的问题，伊有。核废料的问题，啊，我是安那头早一开始就讲台湾爱行家己的路，是安那，因为咱可能像德国共款，咱佮过2年，咱就变非核家园啦，吼，可能亚洲第一个，东亚第一个，吼，问题，咱的条件是啥？咱的条件，咱的所在位呢，所在细呢，咱的人口佮济，人佮济，吼，山悬，水佮急，我讲，咱台湾敢有别国？发展的条件，吼，第二，回应一个崔秘书长头早伊讲的，后面伊把核能变成一个伊的永续的经济活动分类标准之一，这是投资的部分尔。毋过伊有限制哦，伊讲第一，核能爱用上新的技术，吼，第二，有一个核废料爱处理，吼，头早啊，单单来讲，哦，咱爱讲科学讲数据啦，我甲大家讲，台湾即马到这核废料，佫无法律出来咧。咱台湾其实所在要安怎选，核废料要安怎选？你的意思是讲，咱的废料是非法的哦？毋是非法的，咱无一个法律的建设去处理这件代志。嘿，所以我讲核能发展，咱有足侪代志爱做，毋是讲今仔哦。核能为外口进口，技术为外口进口，安尼就会使安尼？毋是呢，咱爱要选一个所在来放咱的核废料，吼，咱爱有一个法律程序安怎行，吼，爱有一步一步来，像单单来讲的。所以我讲足侪建设爱做的啦，所以我真正希望总统候选人啦，咱才会一步一步来，像头仔单单来讲的，吼。无论是核能还是再生能源，拢是安尼。我讲一句话啦，其实即马太阳光电还是讲风电，哦发电袂歹，今年200基哦，200基风电，200基。吼，啊再生能源太阳光电就莫讲啊啦。问题咱本来有啥物？咱有泡温泉，大家拢可能在座拢有泡过温泉。台湾嘛有好野老爸、好野妈妈呢，有咧，地热啦。我的意思是啥？咱有条件，问题咱无拍拼开发。嘿，我先讲到这啦。好，这他昨你讲到一项哦，就拄好来问这个叶老师哦，叶老师哦一直就要举手哦，互你讲到头哦。第一，这就是讲吼，到底核废料是安怎有技术？若要符合这后面的要求的时阵，你手头的技术，敢有法度然后处理到讲来采恁兜无要紧。我即摆先讲一句话。嘿。咱无要继续使用核能，你的核废料会突然间无去。
嘛无啊，嘛是要处理嘛。伊就是伫遐，所以你一定都要想办法去处理嘛。咱即摆看国际上安怎处理遮个迄个高阶核废，高阶核废即摆就是你即摆电厂发电源，你放伫个伊个冷却燃料池内底，刻一个5年到10年，再刷出来或者干式储存厂。干式储存厂的即角是40年，所以伊伫遐会使刻40年。全世界即摆有123座的干式储存厂，拢是专门用来咧处理即款高阶核废。所以咱台湾有咱比较国际上的做法咧做嘛，所以有核一有伊家己的干式储存厂，核二嘛有，核三嘛有，连核四嘛拢有设计。即摆就是讲，咱即摆不管你以后有要继续使用核能无，你即摆干式储存厂一定都要互伊启用嘛，因为头拄有讲啊，咱国家的法律规定哦，这是法律规定哦，2055年你都要有最终处置场。最终处置场的意思就是讲啊，你都要找一个所在，你即摆来挖一个较深的，大概400-500公尺，啊，到时咧，即摆伫迄个干式储存场迄个用过的迄个核燃料，啊，你就甲刷来这最终处置场。全世界敢有国家安尼做？有，这个国家叫做芬兰。芬兰。补充一下，我们没有的法律就是这个。这个我等下会解释，我等下会解释。对。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都把它考虑进去了。刚刚理事长有讲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连高阶选址条例都没有啊，所以你那个什么2055年到底要怎么达成？现在我们政府都不谈这件事。这总统参选人那下里去啊？对，我赞成。你即马，你当然都老师有赞成无？当然爱。咱在当场是会举手啊！拜托你三个做好事。你爱讲啊，所以我即马意思我爱讲啦，四位爱讲，几位专家。咱即马佫拄到啥问题？伊即马吼。行政院无要管这个最终选址，伊无要管，伊交向伊管，你知影？伊交台电去管。台电吼，摸到这个台电这个蚵仔才烧着安尼。台电伊都爱去行地方政府，咱即摆敢若迄个低阶的迄个选址已经完成了。低阶一个伫台东的达人，一个伫金门的迄个乌丘，拢选好啊。但是你要使用。歹势，你都爱地方政府举行公投，你公投无过，你就免想要启用。所以台电即摆是拄到这问题呢，所以伊即摆连低阶都无法度处理，头拄高阶哦，即摆连立法都还未完成啦，立法还未完成，你袂使甲这种代志交个台电去做嘛。所以我一直主张讲，你行政院你都要出面。来解决这样代志，我感觉连经济部的层级我都无够，你行政院一定都要出来。老师，你要科学家，伊也读个博士，真巧的人，你认为要安怎说服这个在地这个县政府甲县民讲，你嘛帮忙，你是为咱大家来服务，咱大家共同的共业，所以要劝个领导。伊敢会听？咱要用什么方式？或拜托因来接受。所以你都要互民众会当安心讲，这个物件刻伫你遐，咱你去芬兰看卖嘛，人是安那说服因当地的民众去接受讲，你这个最终处置场去伫恁兜附近，因是安那会当接受。哇，这若讲一句长长，毋知讲偌久呢？我知，但是你都要开始做嘛，你袂使即马。即摆大家拢无要讲这样代志哦，2055年剩几年尔，到时间一到，歹势共款佫刻伫干式储存厂，问题我都通解决啦。所以我即摆的意思就是讲，这三个应该拢爱写入去，拢都爱讲啊，你袂使干那讲，我要继续使用迄个核电，包括赖清德嘛，头拄啊，咱的影片内底拢有讲啊，伊讲紧急时要启用啊，你紧急时要启用，你赶快有核废料会出来啊。你到时这废料你要安怎处理？你都要想出办法嘛，你毋是？所以我一直讲这样代志老师卖生气啦，这真的是我们大家唯一的共识，就是高阶的不要就生气啊！你到底生气啊？因为你即摆行政院就是无出面来解决这样代志嘛，所以我感觉政府都要出面啦，无你搞一个台电，台电是要安怎交地方政府去斡旋啦？地方政府根本无要听你台电的话啊！你什么代志都做袂好，你核废料一定可以伫核电厂内底。现在我来请考主讲啊，来先请。我这都爱唱口条啊，我这吼，那规北岛拢是目屎啊吼。因嘛知影，因即摆就是无人要管啊。电力公司就是公司，
就是公司法人嘛，他没有公权力哦，他没有公权力哦，谁有公权力？就是行政院、经济部这些公务机关，按照法律，才有公权力可以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丢给台电的莫咧修啊，我要甲伊讲啥？啊，我也无这个权利啊啦，我也袂使讲啊，无我来做公投啊，公投有算啊无算，你无算嘛，你公司你做的嘛，对吧吼？所以都爱行政院出来。大部分的国家，我讲像美国，咱莫讲大陆啦、日本啊、啥物货啦，我讲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废料都是我的代志。恁去投资，私人去投资，核能电厂啊、好再生能源啊，所有啥物货，后壁我来做处理。所以安尼时阵，伊才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这个事情啊。无你讲你电力公司哦，你去创啥物货哦？你去乌涂骹的人谁也不要你乌。但是你才会提前退休哟。你才会提前退休哦。我实是我那无法度，所以只好退休啦。但是我即摆也过来努力啦。崔秘书长好你讲。对，其实我刚刚讲说，我们反核永和最大的共识就是那个法律赶快定，因为不定呢，台电也没办法选址，然后我们也一直觉得，2055年快到了，这个比我们这个2030、2050是一样重要的。就是核废料本来高阶选址，台湾定的目标是2055年要找到，但会开始新建，但还是完成我不知道，反正是看起来是不可能了。好，那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提了几个问题，就是看这几位候选人，其实老实讲，大家也不是不知道核废料的问题，但是就把它放在一个冷门的政策选项里面，不去用它。我们大家都希望它应该要重视，就算是洪伟莹跟柯文哲用核能，拜托也讲一下核废料到底要该怎么办，法律应该怎么办。其实侯友宜是很清楚的，所以其实为什么他当初要挡那个合一的干式储存，他挡的理由就是说，因为虽然他知道是40年执照，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最终处理厂没有找出来，这40年就变最终就变永久了。他说为了新北市民把关，所以他不能放水，好，所以他用那个理由把这个合一的干式储存给挡出来。现在核二虽然是有设计，但干式储存也还没盖啊，好也没有啊，所以其实我还真的不晓得核二到底要怎么演绎。我就是觉得客观上它燃料池已经满了，核一的话是有干式储存，但执照是卡在新北市那边。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总统候选人们都知道核废料很棘手，那也知道法案没有，但是呢，好像都是因为有一个说可以先暂放在核电厂区里面，还有一个40年执照，大家就有点拖了，慢慢拖，就会跟气候变迁一样，你拖到最后你无可再拖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就是一个不应该的事情。其实核电厂我们刚刚讲的不光只是核安核废料，其实老实说，在国际上核电厂也是会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冲击，它也不是不会的。过去如果大家记得，在去年天气很热的时候，法国也都高温，所以然后后来法国有很多核能电厂，因为这个高温，这个温排水，本来核电厂是需要吸的冷水在温排水，它就只好在夏天的时候要停止运转，所以它也是会受到所谓极端气候的影响，洪水、飓风、干旱。或者是这些热带风暴，甚至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战争，例如这个乌俄战争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战争在里面，大家这个枪弹无眼，这个扎波罗热的核电厂或者是车诺比核电厂也一直都上国际新闻，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在，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核电在全球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争议。即使的确还是有一些国家选择，但是也要看你国情的条件。例如说，我们刚刚讲芬兰是的确它找到一个这个核废料最终处理厂，但是全球目前也只有它。目前开始已经找到，也快盖好，但它的前提是它找了一个10几万年不会错动的原始地层。那这个我们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条件？台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也是台湾为什么那么难找的原因。是，来，理事长，我先讲啦，不止家己的路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头拄啊，随秘书长讲，我头拄讲嘛，小犬来，台风，风台来，核电厂就停啊。啊，这张是啥？这张是欧洲，无水。咱2021年嘛无水哦，最近几年，3年可能2年无水，所以这嘛是，我头拄较歹势啦，因为头拄问题伤侪，我无回答啥呐，美国甲日本啥呐，想要签这个宣言，我要讲安尼，我头拄有讲，可能你用电的时阵可能足俗的问题，伊这核废料，伊也是伊的整个的生命的周期是足长的。所以我讲日本甲美国，因是无负责任的啦。伊逐这债务拢由后代的子孙去分担。我是安尼讲，
因为即马美国伊的经济无稳定，社会嘛无一定稳定。日本是安那？日本是伊的政治无稳定，嘿，伊嘛要选举啊，所以伊想要签这个宣言，我感觉某种一定的程度，伊嘛有国内会压力，所以吼，伊就是要牺牲后代子孙的幸福嘛，吼，我的评论先到这啦，啊，最后吼，稳中心吼，请候选人会使来看阮的电力的报告，吼，阮有政策的报告。今日咱四位有一个共识，就是赶紧处理最终处理场，是，哦，啊，这相关的法令拢要做好。